你这是什么呀？说你的发髻呢，叫什么名啊？奴婢也不知道，自己梳着玩的。哪儿学的？挽发成髻，贵乎自然。还会梳别的发髻吗？会。也不知道郑君怎么样了。是啊，要不是你去找那个风筝的话，我们现在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我放风筝的时候，你们可都来玩了。哎呀，你们都少说两句吧。郑君都被张婕妤带走了，你们两个还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们说，风筝落到张婕妤头上，她会对郑君怎么样呢？说的也是啊。保佑我们，保佑我们！还是希望张婕妤莫太为难郑君才好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明天上林苑举办游园会，你们要为陛下当差了，好好练着。是媳妇，是皇上。对呀，我们终于可以见到皇上了。是啊，咱们要好好准备准备，没准明天皇上能够看上我，那我就不用做佳人子了。我刚好从杭州带了几件上好的绣丝衣。对，我也穿上我娘给我带的最好看的衣服。你们说皇上喜欢什么颜色啊？当然喜欢我穿的颜色了。不是，喜欢我穿的颜色，喜欢我的颜色，喜欢我的。我要不是皇上了。奴婢叩见夫人。佳人子，你会梳云台髻、同心髻、双环髻和迎春髻吗？你说的奴婢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如何为夫人梳头啊？那你都知道什么？头发以自然为美，动静、刚柔、繁简、疏密，都与面相、坐姿、气韵而成之。你这说了半天，到底会是不会啊？脸面是女子的珠宝，头发是丝绢，如何用丝绢系好珠宝，那就是见仁见智之事了。行了，别饶舌了，让他开始吧。是，夫人。这是什么？大胆佳人子，你可知罪？奴婢不知何罪。行了，我问的是这个是什么？这回话呀！刚才还饶舌呢，怎么这会儿成哑巴了？回夫人，这是一根白头发。这还用你说？拔！给我拔了！我要是尖叫一声，哪怕就像鸟儿周啾那样，哼，你就是谋害本夫人，罪同问斩弃市。你给我好好的拔。回夫人，拔发容易，但是治表不治根。奴婢倒有一秘方，可告知夫人。什么秘方？夫人最近耳鸣吗？偶有。略感晕眩吗？是的。夫人，这是血虚之兆，白发由此而生。用手乌掺连翘旋参吐丝子煎服，旺肝肾，补精血。血旺了，头发自然乌黑亮丽，白发不必见一根拔一根。一派胡言！奴婢哪敢胡言？容你也不敢。琼儿，把方子抄下来备用。你不知道夫人喜欢的是高髻吗？如此才显高雅多姿，你这扁不扁、平不平的，算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不是存心想冒犯夫人啊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大胆自作主张。夫人身材修长，双颊俊秀，高髻只能让夫人如同拉长了身子骨，有欠圆融韵致。如果扁平而梳髻，自得平衡之美。夫人黑发如云，其光可见，是天生的好头发。奴婢少读《诗经》，真发如云，不屑敌也，就是形容这种美态。胡说！住嘴！
他说的也未尝无理。这高季书多了，也该换换新鲜样了。这乍一看嘛，是有点奇怪，但是看久了，也还有几分妖娆。对，夫人，看久了，果不其然，还真挺妖娆多姿的。夫人，刚才是否有去白发之痛？你不说，我还把这白发的事给忘了。刚才那根白发呢？夫人今后不会有白发了。今天风筝的事儿就借你吉言，从此百毒不侵了。多谢夫人。看见皇上了吗？别说话了，皇上和皇后还有所有的后宫娘娘们在里边呢，把你们手上的行头都端好，过会儿会有人端给皇上和娘娘们的。请问郭舍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呈给皇上啊？是啊，你就交给我们去做吧，我们可以做好的。放肆！你以为皇上是谁都可以见的吗？也不看看你们的身份，你们只是家人子，懂不懂？在皇宫里头，就是那些干粗活的宫女们，你们的身份是最低微的，想着要见皇上，哼！皇上往这边看了，你们看到没有啊？皇上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皇上看到没有啊？你们几个在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这是下来！不许吵！下来！快点下来！你们看见了吗？一群没规矩的东西，快点下来！下来！说你呢，还说你呢！快下来！都给我站好！快下来！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你们的差已经当完了，回去吧，赶紧回去。我们不吵不闹了，你就让我们待一会儿吧。好吗？是啊。不行，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倒霉的不只是你们几个，连我这条命都保不住。统统给我回去！回去呀！快回去！走！走吧。回去，快点！阿瑶，阿元。人都去哪儿了？元儿，跟你们说，我看见皇上背影了。当然了，那是皇上的背影，是其他人的背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不能看见皇上的背影啦？那倒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皇上被那么多人围着，你看见皇上的背影不可信。也许是你看错了，你看见的是哪位宦官的身影？你也是着舍人吧？我就是看见皇上的背影了，信不信啊？由你们。风源，那你跟我们说说皇上的背影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？皇上的背影啊，我告诉你们吧，皇上呀，你们快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是箫声。对，是箫声。哎，你们看那边，那儿，在那儿呢。走，去看看。走，快走，走。
啊，那你说是皇上的背影好看呢，还是那位乐师的背影好看呢？啊，皇上的背影当然好看了，可是不能总看。乐师的背影虽然不及皇上的，要是能天天看也不错啊。是不是阿瑶？白头发，哎，是的，就是啊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郑经啊，郑经手上这根白头发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刚才我在屋里捡的。我们5个人当中啊，有1个人长白头发了。真的？白头发不是我的吧？哎，郑经，你快帮我看看是不是我的白头发？有没有白头发？有没有？呀，你真的有1根啊？真的，你快帮我拔了，快帮我拔了，来，帮我拔了呀！来，拔了。郑经骗人，他不说实话。我们5个都没有白头发，这个白头发有来历。就阿瑶鬼机灵，1根白头发哪有什么来历啊？哎，你怎么大白天的在这偷偷睡觉？对呀，你不是被张婕妤给带走了吗？啊，张婕妤有没有罚你啊？我呀，过去给他梳了一个头，他的发质偏干，所以梳堆记还可以，梳高髻就费功夫了。他没有罚你吗？没有啊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坐在这里呢？那么说，他对你梳的髻还很惬意喽？是啊，我们还以为你受罪了呢，没想到因祸得福啊！你真是太走运了。对呀，早知道还不如我去捡风筝呢。回来就好，姐妹们都担心坏了呢。是啊，我们可担心了。哎，还说我呢，你们上哪去了？怎么才回来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去见皇上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皇上长什么样啊？皇上，哎，我们见到了皇上的冕冠。可是冯源啊，比我们多看到了皇上的背影啊。你听他们跟你吹啊！我们呐去上林苑当差，那个时候正赶上皇上、皇后和后宫的嫔妃们游园赏花。我们站在门口10丈开外，偷偷瞄了一眼，就都被轰出来了。真的吗？看见皇上背影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我是见到皇上背影了，真的。哎，看见了。那皇上长什么样啊？哎，他带了多少随从啊？带了好多好多，好多啊！真的，好多美女呢。真的，可漂亮了。禀告夫人，未央宫传话过来说，皇上已经上朝了。恭喜夫人当了昨天的花魁，琼儿带所有的奴婢们向你讨赏了。赏，皇上来的越勤啊，就越少不了你们的好儿。更难得的是，皇上这一大早上朝路过上林苑的时候，又让患者赏了这么多的花给你，真是皇恩浩荡啊，夫人。这回啊，你得好好赏赏奴婢，也让奴婢跟着高兴高兴。瞧把你们给乐的。琼儿啊，赏银2亿，其他所有人各赏银1亿。谢夫人。对了，皇上昨天还夸我这个发髻好看呢。琼儿啊，你到永巷去找一下着舍人，就说让那个佳人子每天来给我梳头。是夫人，琼儿这就去。皇上啊，有个习惯，每次临幸一个妃嫔就会赏步摇1只。咱们夫人啊，就上50个步摇了。但是不是每个妃嫔都那么幸运的，有的甚至一生才只有1个呢。我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郑君啊，郑君啊，你过来教我一下，我弄不好。来，好吧，我看看。哦，啊，首先呢，你不能着急，你仔细看啊。
君啊，哎，郑君，听说张婕妤有50只步摇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。看来张婕妤是皇上宠爱的嫔妃了。哦，是啊，那你给张婕妤梳头发，有没有见到皇上啊？哎，对呀。我每次去的时候，皇上就已经走了。哦。哎呀，郑君啊，我还是很羡慕你啊。你说你每天都可以接近皇上身边最红的人，说不定哪天张婕妤她一高兴就让你见皇上了呢。说不定皇上一高兴就把你临幸了，说不定你就可以变成皇后了。是啊，瞎说什么呢？皇上身边那么多美人，怎么会想到我呢？那可不一定，皇上身边的嫔妃都不如我们年轻貌美。对呀，有一句话叫因祸得福，就像风筝一样，明明是我们闯了祸，反而你却因为这件事情碰见了张婕妤。郑君啊，如果有一天你得宠了的话，不许忘了我们姐妹4个，听到没有？对啊，听到没有啊？郑君，你看，就凭我们现在的姿色和学识，一定不会输给后宫的嫔妃的，只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。所以啊，郑君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啊！对呀。我们迷路了吧？门为什么自己会关上了呢？我好像来过这儿啊，走过好多圈了。要不我们过去看看，看看是什么地方，进去问个道也行啊。有人吗？有人在这儿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梨树离一技之妙，心脉秘密，众心摇摇。知我者，为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？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这是谁啊？是宫人吗？是女巫，一定是女巫。别说话，听他讲什么？喂，我说，你们莫怕莫怕，我看见5个皇后迎面而来，只有1个到达，你们当中有1个会成为皇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皇后起驾！放手！放手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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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傅姐姐，究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3更半夜的大喊大叫的，把我们都给吵醒了。你是不是做什么噩梦了？哎呀，我刚才还正做美梦呢，全都被你打断了。我没事。看来啊，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。有人做的是美梦，有人做的是噩梦。哎，郑君，你是不是也做梦啊？我甚少做梦的。你是不是做美梦的呀？哎，你梦的是什么？是啊，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。哼，你以为我没做梦啊？我也做的是美梦，我也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为什么我就不做梦呢？啊？看来，除了昭君，我们几个都做梦了。夫人现在头发是又黑又亮，
你这个药啊，还是挺管用的。夫人血脉通了，从此啊，五毒不侵。托你的福啊！我回来了。哎，郑君啊，你累了吧？我来替你喝吧。好啊，看我治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看那，哎，这个丝线还不错，再看一看吧。不过再看看吧，有很多可以挑选的式样呢。哎，不如我们分头行事吧。我们约定未时，在宫门前会合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，那大家都无异议，那我们就散开。好，走，前面去看看，看有什么东西。我们到那边去吧。好香啊！快进来，来。我们好像似曾见过啊，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。是啊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好像觉得在哪里见过他。宫里除了公公还是公公，怎么可能有其他男人啊？皇上不是来了吗？你不会以为是皇上吧？到底是谁呀？乐师。乐师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乐师啊！我们走吧。我投你以木瓜，你得报以我琼居啊！长眼睛没有？这不是木瓜，是橘子。那是比喻。昭君，莫回话。走。好。在下姓萧，是宫廷乐师。请问姑娘怎么称呼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在下没别的意思，只不过想送个橘子给姑娘解渴而已。我们走。今晚我们梦中相会。本姑娘从来不做梦。哎，你是叫萧雨吧？萧雨是吗？哎，跟我吧。走吧。哎，走走。哎，你看，卓水人找郑君干什么呀？在那。老板，这线怎么卖啊？这个2000，妹妹，我看看。我终于见到你了，妹妹，你好像瘦了，在宫里过得好吗？有什么好不好的？现在宫里面都是一样的，不好也得好，能进宫的都不是一般人。妹妹，要实在不行，你就回来吧。我们虽然不能荣华富贵，但是也能过得去啊。我可以干点活，挣点钱，我们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好的，好吗，妹妹？啊？你说的什么话呀？我怎么可以轻言放弃？我进宫容易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？我如果轻言放弃了，我能对得起我的生母、生父还有姐姐吗？他们会死不瞑目的。妹妹，你就看着吧。有个老妪说过，说我们5个人当中，有一个人会当皇后，那个人一定是我。啊？我不会输给任何人的。皇后？你就等好吧，哥哥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一定会的。以后没什么事儿，不要来和我见面，免得闲言蜚语的。妹妹。哎，这个好漂亮啊，漂亮吧？我看好看吗？哎，他那个是怎么扔的？这个怎么样？是这样吧？
哎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，我们今天碰到了永巷那个啄舍人，所以就先回来了。碰到啄舍人，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啊？啄舍人奉张婕妤之命，让郑军济公去做七夕香囊呢。郑军，是真的吗？郑军啊，今天该我们两个打水了。走啊，走。哎，这是我的东西啊。走吧。哎，走，给我。走吧。快点啊！走。平时都是郑军一个人去打水的，现在他倒是变得勤快了。元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是想讨郑军的欢心，想和郑军一起去依兰殿啊。郑军，啊，去依兰殿做什么？张婕妤让郑军进宫去做七夕香囊，为了怕他寂寞，还准许他带一个伴儿去呢。这香囊真好看。郑军啊，我一直觉得咱们俩是最好的朋友，你是不是也这么想啊？是啊。怎么了？真的？那，郑军，你可不可以带我陪你到依兰殿做个伴儿啊？行不行啊，郑军？可以，倒是可以的。真的？可是我怕张婕妤她。阿元，阿瑶，你们在这儿呢？啊，阿瑶，今天是我跟郑军洗衣服，你干什么来了呀？我买了一些麻线，想过来打桶水退退色啊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这段话不让我听，偏不让你听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不就是想跟郑军到依兰殿去做七夕香囊吗？是又怎么样？偏不让你去。大胖子！郑军，你看，从哪儿来的呀？这是。你先别管从哪儿来的，你就说这个绣的怎么样？针法天然，绣工甚好，但是不知道是来自哪双巧手啊？是你绣的啊？从小啊，我娘就教我绣这个，绣完了送给你。送给我？送给你的，谢谢。我呀，在关中一带出生，老家素有缝制香囊赠人的习俗，我娘做的香囊更是广受赞誉的。当年我爹就是因为他绣的香囊才娶她的，也许是耳濡目染吧，我从小也就特别喜欢香囊了。哦，那我以前为什么没看你绣过香囊呢？实不相瞒，这些香囊啊，都是我昨晚一个晚上绣出来的。你一个晚上绣了这么多的香囊啊，真了不起。那这么说，我可以帮你喽。绣工甚好，但是我现在心里想的是，怎么样可以做出一些更加特别的香囊呢？凭我们姐妹两个，我相信任何难事都会迎刃而解的，是不是？天怎么这么热啊？郑军，今天的日头要一直这么烈，人肯定要热晕的。元儿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大清早的，你干嘛去了？你拿的什么东西啊？让我看看。郑军，我看，这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什么呀？我看这么多孔雀豆啊！对呀，都是你一个人去采集的？我听说做红豆香囊用孔雀豆最好了。我们一起去后花园玩的时候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有一棵孔雀树。昨天晚上我去找，呀，没想到真的被我找到了。
那你一个人去后山了？天黑，我看的不是很清楚。不过你放心，那棵树上的孔雀豆差不多都在这里了，希望你能用得到。呀，圆儿，你受伤了。天气这么热，山上说不定还有猛兽呢。你算是把小命都豁出去了。好了，圆儿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哦，圆儿，你准备好了没有啊？走吧，我们走了啊。你们两个在这儿休。好。夫人，禀夫人，这不是普通的红豆香囊，乃是孔雀豆编制而成的。孔雀豆，孔雀树寓意清灵远逸，和气吉祥。其树所生的豆荚有精灵之气，豆生为心形，是天地盈盈之心，神妙之心。如要祈求心愿，许愿时需细声细语，口动等于心动，心与心自会相应。如此以心求心，最为诚心，也最为灵验。如在边结有形之物与之相互运用，力量则会无穷。怪不得你们把它编成心形，真是大心套小心，心心相印啊！夫人兰心蕙质，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用意了。琼儿，赏。是，谢夫人。这些都是张婕妤。哎呀，真好啊！你们俩才去了一晚上，就有这么多赏赐啊！哎呀，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！是啊，张婕妤对我们做的红豆香囊特别爱不释手，尤其是郑君跟他讲红豆来历的时候，他似乎还很感动呢。真的，结果张婕妤一声赏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么多的糕点和脂粉了。王政君在，李元儿在。夫人命你们立刻进依兰殿，在七夕之前做红豆香囊。是。同样是从山里采来的汉白玉石，为什么有的就可以做未央宫的顶梁柱，而有的就只能默默地当别人脚下的垫脚石呢？是啊，有句话说，同人不同命。没想到连石头都是这样的。尘世间，万事万物莫过如此。如果你不甘心做别人脚下的垫脚石，就必须做真的顶梁柱。道理说的简单，做起来多难啊！难是难，可是我相信，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扭转乾坤的。阿瑶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阿元，有一个办法，据说在宫里十分灵验。什么办法？阿元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一定要跟我保证，不许向外人透露。好。据说
在七夕前夜漏前5刻放河灯，在河灯上写上你的名字、愿望，河神就会收到。那样的话，自然就会心想事成了。我也听说过七夕河灯很灵验的。那郑君、元儿、昭君他们都知道吗？郑君和李元儿现在已经是张婕妤的红人了，而昭君自认为自己很美貌又孤名自傲的，他们谁愿意相信河神之说啊？所以啊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你要为我保守秘密哦。好。阿瑶，可是咱们俩一块放河灯，那2个愿望都能实现吗？那要看河神的心意了。那河神万一喜欢我呢？那我就祝福你呗。不过我们这么好的姐妹，你要记住，如果你愿望实现的话，你可不能忘了我哦。好，要是你的愿望达成了，你也不许忘了我哦。我自然不会忘了你的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漏前5刻。漏前5刻。唉，可是呢，每逢七夕前夜，漏前5刻，都是皇后和后宫嫔妃们在放河灯，轮到我们宫人、宫女和嫁人子，就等到漏前8刻了。那个时候放，一般河神收不到，所以我们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了。那怎么办呀？那这样，咱们在漏前5刻之前放不就行了吗？千万不可以啊！为什么？会被逐出宫的。真的？阿远，你答应我，千万不要以身冒险啊！那你跟我说了半天有什么用啊？我让你长点见识嘛，这样不好吗？好吧，吃吧。郑君，现在是什么时辰啊？应该是漏前1刻吧。你知不知道漏前5刻去明渠放河灯会很灵验的？没有。你看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你呢，写上你的名字和愿望，我们在漏前5刻去明渠放河灯，这样子河神就能收到我们的愿望了，让我们心想事成了。你在哪儿听说的？真的很灵吗？借用你做红豆香囊的话呢，叫做用诚心以心换心。哎，快来写吧。那好吧，那你帮我写全家平安吧。哎，郑君，你可不要糟蹋你自己的愿望啊。怎么了？全家平安不好吗？我可不这么写。那你想写什么？想好了，你想写什么呀？我不告诉你。我知道。